再来看，这台北市长蒋万安，伊是宣布，伫3月初一开始，要来试办这育囝减少工时，也毋过无减薪水的计划。这厝内底若准有12岁以下囡仔的这个劳工呢，会当提早1点钟下班去接你的囡仔。也毋过呢，这互袂少人甲企业是来积极讲，这3工了后就要来实施啊，而且佫无相关的配套，恐惊是上过采工啊。 爸母也未下班，囡仔就一定下课啊！这互袂少家庭头壳摸咧烧。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，育囝减少工时、薪水无减这个计划，伫3月初一开始试办，补助企业互处理有12岁以下的囡仔的家长，逐工通减1点钟的工时。政策听起来是真好，毋过嘛有民众企业即期政策3工了后就要实施，受过凶狂，无时间做准备。但是台北市劳动局表示，现有的法律就有减工时的做法，台北市 是创全国大新补助减的薪水。我们今年的那个减少工时不减薪的计划，它是属于一个示范的计划。那因为目前台湾的那个性别平等工作法里面，其实也有一些类似的规定。那我们是参考这些规定之后，然后去做一个政策的转移。台北市政府指出，其实相关的法律伫较早就有，根据性平工作法第19条就规定，公司囡仔也未满3岁进前，劳工会当逐工减少1点钟的工时，只是这1点钟无薪水。 等于是爱扣薪水的。台北市政府即届提悬到囡仔12岁拢适用，而且也补贴员工8成的薪水。根据这性别平等工作法19条，这是法律规定的。劳工若要甲迄个企业申请，讲我有囡仔3岁以下，我要接送，我可能办1点钟入来，或者是提早1点钟下班。这企业理论上伊是袂使拒绝的，只是讲伊会扣薪水。 所以对劳工来想讲，虽然有这条啦，但是扣1点钟薪水，我就无想要请。台北市政府指出，这个试办的计划，近期是参考韩国的做法。韩国上早伫4年前就开始试办，互家长会当安心接送囡仔。今年2026年改做全面实施。目前伫台北市劳动局的网站已经有相关的表格会当申请，也呼吁企业会当把握时间申请，提供有价值的员工优先的育婴环境。记者陈阿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